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立法议长游锡堃2月7日到美国的首都华盛顿来访问，接受到邀请发表演讲。游锡堃是批评阿强打击宗教无所不在，讲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一届做过一届，证明中国的皇帝制度的本质也是存在。游锡堃的演讲是和美国收视率相关的有线电视新闻用头条来报出，这个标题写讲台湾议会议长讲台湾是华文圈的民主灯塔。另外，外界上界关心的游锡堃这抓到美国，是不是会甲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来会面？游锡堃针对这个问题，并无正面来回应。1月30暗时，总统蔡英文甲捷克准总统帕维尔举行电话会议，双方通差不多15分钟的电话，气氛真好，引起中国的不满。国防部日前发布1月31到2月7日透早6点，中共出动34架次多机型的军机以及9台战舰。2月7到2月7日透早6点，嘛侦测到23架次的军机甲4台军舰持续伫台海边活动。捷克前总理31伫推特谴责中国，国讲阮相信台湾永远袂是中国的。外交部长吴钊燮伫外交部的推特呛中国无迄个权利支配台湾，应该如何去交朋友，嘛袂当证明朋友应该如何支持咱。伫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麦卡锡风声讲，计划春天要访问台湾敏感的时阵，立法院长游锡堃去美国访问。唯有民主崛起才是和平的保证。呼吁世界一定要认清中共政权本质以及红色渗透的真相。接受邀请，伫国际宗教自由峰会演说，游锡堃批评中共打压宗教无所不在。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言论证明封建帝制本质拢同款。英国控制力头是愈来愈大，这个消息一日出来，游锡堃嘛登上美国主流媒体福斯新闻的头条，标题写讲台湾议会议长讲台湾是华文圈民主的灯塔。游锡堃这抓去美国引起热烈的讨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